如果當我哋知道耶穌是誰，耶穌話我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我哋知道呢個世界好多人都話佢有好多嘅方法，亦都好多人有好多條路去行。耶穌係唯一個真正俾我哋行到我哋嘅生命嘅道路，亦都係真理，俾我哋嘅生命可以有呢個豐盛。我叫陳傳華牧師，我係播道會雅根堂嘅創堂牧師。每一個年代對我哋都有唔同嘅特質文化影響我哋。真理不變，但係方法、溝通、互動就要按照唔同嘅需要去改變。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因為人好想揾到人生嘅意義，從何處來，往哪裏去？原來嗰個答案喺耶穌度已經揾到。各人都可以真正活一個平安、喜樂、有意義、有目標嘅人生。一元2026運動係整體教會一齊整合、一齊合一去行出神嘅見證。一本聖經，一個教會，一位基督，與耶穌同心同行。你下載咗一元手機應用程式未啊？嚟一齊參與我哋一元運動，成為我哋一份子啊！